寧願住翻劏房我都唔想住喺度。無論喺空間上面俾 BB 成長，都係一個不適切嘅住所啦。房屋局早前回答立法會特別財委會嘅時候提到，政府推行嘅過渡性房屋計劃，響截至今年2月底，啟德嘅啟福居入住率只有26.6%，點解入住率低得咁緊要呢？我哋揾到一班住戶講下自己嘅親身經歷。為咗改善市民嘅居住環境，政府就推出過渡性房屋計劃。不過原來咧，啟德嘅其中一個過渡性房屋入住率係唔夠30%㗎。照計，如果租金差唔多嘅話，應該人人都希望提高居住質素㗎喎。點解呢個項目咁唔受歡迎嘅呢？咁就不如等一班用家直接話俾大家聽啦。係好後悔，寧願住翻劏房我都唔想住喺度。覺得有少少好似被欺騙咗啦。而家係不適切住所啊，淨無論喺空間上面，俾 BB 成長都係一個不適切嘅住所啦。房屋局早前回答立法會特別財委會嘅時候提到，政府推行嘅過渡性房屋計劃，響截至今年2月底，啟德嘅啟福居入住率只有26.6%，點解入住率低得咁緊要呢？我哋揾到一班住戶講下自己嘅親身經歷。L 小姐兩公婆本身住劏房，咁啱業主要收樓，唯有急急揾屋搬。我劏房住緊其實560尺，就大約5200蚊，咁水電就另外計嘅。但係呢度咧，佢就話有130尺，但係就4440蚊租。計翻佢之前住劏房嘅尺價同呢度嘅尺價，平均尺租都係大約34蚊。呢度其實實際幾大？佢話130尺，但係其實因為我之前住咗150尺，其實爭20尺應該唔會爭好多。但係呢度咧，比我以前住150尺就一定係細好多。我覺得係冇130尺咁大。地方冇大到，但係呢度除咗要交租之外，每個月原來仲要額外交多400蚊管理費，即係租金開支仲要加多10%。初頭係咁樣嘅，叫做清潔費啦嗰啲啦，400蚊。但係入到嚟住咧，發現其實走廊有時有人屙尿啊，又有曱甴啦，又有總之好多蟲啊。之前仲見過老鼠啊。咁我覺得啲清潔費就唔抵俾啦，跟住就同佢哋講啦。跟住轉頭咧，變咗佢哋收400蚊啊嚟嗰張單，就唔叫做清潔費啦，就叫做管理費啊。不過唔知係咪因為俾政府公布咗入住率咁低，響5月份營運機構突然話有特別優惠，話現時申請入住嘅話就會豁免管理費、清潔費。佢突然間而家有個通告就係話唔使交，半年檢討一次之後再。咁即係而家最近搬入嚟嗰啲就唔使交呢400蚊啦。咁我哋之前交咗嗰啲，咁咪好唔公平？最令呢班住戶估唔到嘅係，原來佢哋仲要額外再交差餉，而且之前冇話過要交，但而家就一次過追收過去咁多個月嘅差餉。因為我哋自己收到信箱，就係嗰啲差餉局寄嚟嘅信，咁佢就估價啫，佢就估價就寫住類似係1年大約啦，因為佢都未估算好嘅，咁寫住54000幾蚊，54000幾蚊，咁我哋都唔知咧，總之見到個金額咁大，我哋就慌啦。佢有通告就話我哋會喺5月尾到啦，5月下旬嘅時間就會再通知大家要交幾錢啦，我哋會再幫你哋逐戶咁計，你哋要交幾錢，咁即係呢句說話真係要你哋租戶自己噶。跟住我哋都以為咁其實過渡性房屋都屬於公共房屋之類啦，咁應該都係一定係包埋租金入邊噶啦，因為公屋都係咁樣噶啦。但係估唔到而家突然間收到個差餉信就係話你要另外再交。果然喺5月底，住戶正式收到管理處嘅信息。各位住戶，根據差餉處嘅通知，2人單位平均每個月要交大約143蚊至161蚊嘅差餉。今次收嘅差餉係舊年9月至今年嘅6月尾。究竟每個單位分別要交幾多？我哋計完就會再通知大家。其實咧，我都係綜援㗎，攞綜援㗎。我同 BB 咧，1人2700，2個人15400咯，一罐奶粉就400幾蚊。
尿片175蚊，你可以計。基本上我哋兩個人淨係個所有嗰個使費，淨係使喺 BB 度已經啱好嘅咋。嗰啲仲要收我差餉，一收1600蚊啊！第一家邊度有咁多錢啫？你突如其來㗎呢筆錢。但係你嗰個綜援係佢會幫你唔包代交㗎，唔會幫我，佢會幫我交租，但係上限4400啊嘛。你收差餉就唔包㗎啦，管理費係唔包㗎。我邊度揾咁多錢翻嚟啊？試問有邊個唔想住好啲，有個安樂窩？正所謂冇比較就冇傷害啊嘛！一班街坊咧見到隔離街嗰啲過渡性房屋嘅情況，就更加覺得自己住嗰度嘅不足啊！咁又公平啲咁講，其實隔離街嘅過渡性房屋之前都試過水浸、牆身發霉漚菇，不過好彩佢哋好快處理好啫。過渡性房屋啟福居有721個單位，獲政府撥款3億8500萬興建。舊年6月落成，9月入伙，平均月租係4925蚊。不過根據政府嘅公佈，截至今年2月底，啟福居嘅入住率只有26.6%，比其他同類嘅過渡性房屋為低。陳生夫婦同一對仔女本來係申請呢度嘅4人單位。但派屋俾佢嘅時候先知，原來呢度所謂嘅3至4人單位係由2個2人單位合併而成。原先咧就係開始就想租3到4人單位嘅，然後咧後來咧佢就話冇嘅，但係佢咧呢度就有一隻咧就係2個2人單位打通嘅，但係咧個租金咧就唔係按3到4人單位嚟計算嘅，就3到4人單位咧就係6000零蚊嘅，但係我哋呢度咧。都係比2到3人單位仲要細，仲要貴多2000幾蚊，8000差唔多9000蚊嘅。將2個細單位打通，就係收2個細單位嘅租金，但地方就唔太見使，多咗一套廁所、廚房，單位中間仲有2道門。其實對於我哋嚟講係冇用，佔咗晒啲資源，又擺唔到張多啲地方啊、床啊之類嘅，幾個人啊逼住啲咁逼嘅地方。其實都幾壓抑下。同其他過渡性房屋唔同，入住呢度嘅住戶係要自己買家電。受訪者形容係未見官先打300大板。我想問，譬如而家呢個單位入面有啲咩係你自己買？全部都係熱水爐、冷氣、洗衣機、雪櫃，係啦，呢啲都要自己買。一嚟金錢上啦，已經大壓力㗎啦。我搬嚟嘅時候。日日東華三院有冷氣、有洗衣機、有雪櫃。我哋呢度咧入到嚟係吉嘅係熱水爐啦都冇啦，洗衣機冇啦，空調都冇啦，全部要你自己買。自己買呢個已經係一筆嘅費用，已經係起碼1萬幾2萬蚊上㗎啦。L 小姐拎咗一沓單出嚟，就係當日佢搬入嚟買嘅新電器。而最令佢激氣嘅係，一定要佢買指定型號嘅熱水爐。佢話咧一定要用呢個牌子係最好嘅，幾錢啊？嗰個爐係咪好平啊？3400蚊，仲要係嗰陣時係因為好多人裝，係求佢有個團購價先3400蚊，原價本身係3600蚊，淨係一個熱水爐。但係仲要呢個熱水爐咧，喺冬天咧你係好慘嘅，佢個熱水容量咧係你正常一個人你沖完半個身咧，佢就好快冇熱水噶啦，所以我哋係經歷個冬天就超慘。同一條街，由唔同機構營運嘅過渡性房屋係2個世界。幾步路之隔，旁邊係啟德東裕，獲政府撥款2億8500萬興建，由東華三院管理。佢哋嘅入住率係97.3%。睇返啟德東裕嘅網頁，佢哋嘅介紹明顯較為詳細。從佢哋提供嘅平面圖可以睇到，佢哋嘅3至4人單位放到2張床，一廚一廁，226尺，租金6015蚊。至於我哋受訪者住緊嘅4人單位，260尺，租金8880蚊，係由2個2人單位合併而成，多咗一套住戶未必用得着嘅廁所同廚房。根據網站資料，啟德東裕每個單位都附設基本電器，包括冷氣機、抽氣扇、電熱水爐同洗衣機，但啟福居就只有抽氣扇。
我哋去現場睇過，啟德東裕嘅每一戶窗口都真係裝咗冷氣，而啟福居嘅窗口就只係一塊鐵板封窗。至於一啲增值服務，啟德東裕有多功能活動室，結合東華三院各項支援服務，例如自家物管團隊、眾議流動車同埋駐場社工隊等。而啟福居喺佢哋回覆區議會嘅文件曾經提過，會有社區廚房、飯堂，向住戶提供免費或者低成本膳食，暫時未見影，而便利店亦都未成形。政府推出過渡性房屋計劃，就係希望市民可以改善居住環境。但係對於而家住戶嘅不滿，政府同埋營運機構有乜嘢回應？我哋聽日再同大家跟進。我諗大家都係一樣，希望租金唔使咁貴之餘咧，又可以住得舒服啲。呢個都真係所有香港人嘅願望啊！聽晚會繼續聽下住戶嘅心聲。我哋先休息一陣，轉頭翻嚟繼續一線搜查。